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6月6号精彩有三九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。咱即版的版头呢是25来开伫的第四集，所以咱要对4月12号才来看版头25来找到了。咱刷落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集15来甲考起来。咱的15要来甲合数22，所以22来减掉15就是07，07就要来伫版头的。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07一只。继续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15号，版头25小强再来开伫个第四期，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期15考起来。咱的15要来甲合数22，所以22来减掉15就是07，07就要来伫个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07一只。来，咱直接要搁顺续来看到5月19号，版头25小强再来开伫第四期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期一数考起来。咱的一数要来甲合数22，所以22来减掉14就是08，08要伫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有无？08一只。刷落来，咱要搁来看到伫个6月3号，版头25。共款再来开伫个第四期，所以咱要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期21考起来。咱的2要来甲合数22，所以22来减掉21就是01，01就要来伫个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01。这啊就是咱6月6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估计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，一版的版头呢？是20来开伫个第三期，所以咱要对5月2号才来看版头20找到了。咱刷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一期05来甲考起来。咱的05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5来加20就是26，26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来26一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伫个5月10号只版头20共款再来开伫个第三期。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一期06来甲考起来，咱的06来甲加上20，所以6来加20就是27嘛吼，27就要来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27一只。一只顺续再来看到5月13号，版头20小强再来开伫个第三期，所以咱共款要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一期04来甲考起来，咱的04要来甲加上20。所以4来加20就是25，25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来25一只。刷落来，咱继续来看伫个5月31号，版头20共款再来开伫个第三期，所以咱要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一期一数来甲考起来。咱的一数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14来加20就是35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35。这啊就是咱6月6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估计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，一版的版头呢是35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要对4月29号才来看版头35来找到了。咱先找到伊下三期的第四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四期技术。咱的技术要来甲合数42，所以42来减掉24就是100，100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100一只。继续要搁来看伫个5月19号，版头35共款再来开伫个第5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下三期的第四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四期2，咱的2要来甲合数42。所以42来减掉20就是21，21就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来21一只。来，咱搁来看到伫个5月22号，版头35又搁来开伫个第5期啦吼，所以咱先找到版头下三期的第四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四期技术，咱的技术要来甲合数42，所以42来减掉24就是100。100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来100一只。刷落来要搁来看到5月30号，版头35共款搁来开伫个第5期，
所以咱先来找着班头下三期的第四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四期是二五。咱的二五要来个合数42，所以42来减掉25就是17。17个要来伫个班头的下五、下六期来开啦吼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、17。这啊就是咱6月6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。一版的版头呢是21来开伫个第三期。所以咱要对4月19号才来看版头21来找着了。咱刷落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一期07来甲扣起来。咱的07要来甲合数30，所以30来减掉7就是23。23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，来23只。来，咱继续要搁来看伫个5月7号，版头21小翔搁来开伫个第三期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一期06来甲扣起来。咱的06要来甲合数30，所以30来减掉6就是24。24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，来24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伫个5月26号，版头21小翔来开伫个第三期啦吼，所以咱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一期14来甲扣起来。咱的14要来甲合数30，所以30来减掉14就是16。16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，来16只。来，咱刷落来要搁来看到5月30号，版头21共款搁来开伫个第三期，所以先来甲版头的顶一期的第一期04来甲扣起来。咱的04要来甲合数30，所以30来减掉4就是26。26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，26。这也就是咱6月6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呢是3期到1期的版咯。版头是35来开伫个第5期啦吼。所以咱要对4月24号才来看版头35来找着了。咱刷来要先来找着版头顶一期的第三期甲第5期，还有版头顶4期的第2期。来，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三期19扣起来，第5期33，还有顶4期的第2期，两期、四期19。所以是毋是两期19？也就是19甲33这两期也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。两期也开一期啦吼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19，1933来开着19啦吼。来，咱继续要搁来看到，伫个4月29号版头35小翔搁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三期17扣起来，第5期39，顶4期的第2期，两期、四期06。所以也就是06、17甲39这三期也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，三期也开一期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06、39。是毋是06、17甲39来开着06甲39啦吼，三期来开两期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5月19号版头35，共款搁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三期24扣起来，第5期39。顶4期的第2期，两期、四期14。所以也就是14、24，还有39这三期也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，三期也开一期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24。14、24、39，是毋是来开着24？三期来开一期啦吼。来，一只要搁继续来看到5月22号版头35，共款搁来开伫个第5期。所以咱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三期31扣起来，第5期38啦，顶4期的第2期，两期、四期09。所以也就是09、31甲38这三期也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。三期也开一期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31。09、31、38，是毋是来开着31？三期来开一期啦吼。来，刷落来要搁来看到，伫个5月30号遮。版头35，共款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三期28扣起来，第5期31，顶4期的第2期，两期、四期15。所以也就是15、28甲31这三期也要来伫个版头的下六期。三期也开一期啦吼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。
英語、二八，還抑有3日，所以英語、二八甲3日，也就是咱6月6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版咯。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後一版。咱這版的版頭呢是3一來開佇的第5支，所以咱是要對4月1號才來看版頭3一來找到了，咱要先來找到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還有頂3支的第4支，參版頭頂5支的第5支。來，先來找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1支2支空數，頂3支的第4支是36，還有頂5支的第5支4支5支35。所以就是空數35甲36這3支的要來佇版頭的下7支，3支的開1支啦吼，2支4支6支7支，空數35有無？空數35甲36，伊是毋是來開着空數甲35 3支來開2支嘛吼？來，咱即只要閣繼續來看到4月12號，版頭3日相像，閣來開佇第5支，所以先來找到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1支2支一數。頂3支的第4支是二數，抑個頂5支的第5支4支5支33。所以就是一數、二數甲33這3支的要來佇版頭的下7支，3支的開1支，2支4支5支6支7支，一數、二數有無？是毋是一數、二數甲33？伊來開着一數甲二數啦吼，3支來開2支。來，咱一只順續閣來看4月22號版頭3日相像，閣來開佇第5支，所以咱要先來找到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1支2支一數。頂3支的第4支是3日，頂5支的第5支4支5支38。所以就是一數、3日甲38這3支的要來佇版頭的下7支，3支的開1支。一數3日抑個有38嘛吼，來2支4支6支7支3日38有無？是毋是一數3日抑個有38來開着3日甲38 3支來開2支啦吼。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到5月3號版頭3日相像，閣來開佇第5支，所以咱先來找到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1支2支空8，頂3支的第4支是3日，頂5支的第5支4支5支39。所以就是空8、3日甲39這3支也要來佇版頭的下7支，3支的開1支，2支4支6支7支，空8，空8 3日39，是毋是來開着空8 3支來開1支嘛吼？來刷落來，咱要閣來看，佇個5月29號這版頭3日相像，閣來開佇第5支，所以先要找到版頭頂2支的第1支，1支2支空數。頂3支的第4支二數，頂5支的第5支4支5支3支，所以就是空數、二數甲3支這3支也要來佇版頭的下7支，3支的開1支，2支4支6支7支，空數、二數，抑個有3支。所以空數、二數甲3支就是咱6月6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版咯。咱今仔日版路的分享就到這為止。你若是感覺我的版路袂歹，麻煩記得幫我按讚、分享、順續訂閱阿布拉，阿布拉則感謝咱各位好朋友。